喂，喂，冰冰姐，不好了，梁教练他被停职了。什么？被停职了？是啊。李书记要走了，不然呢？都停职了，我还赖这儿干什么？永远都是这么不着调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这儿工作要讲秩序、讲规矩。你呢？哪条路子野你选哪条。现在怎么办？一把年纪被停职了，接下来你还要给人家当保安吗？对呀，你还提醒我了。老爹，你帮我问问门卫大爷那边还缺不缺人呢？我到那儿搭个窝去。成，说定了。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？你们俩一直是我的好战友、好伙伴、好搭档。我不在了，那帮孩子就归你们照看了，替我好好练练他们。特别周瑜，别放松啊！走了。有事说啊。教练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郝领队，谷教练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梁教练不走啊？哎，怎么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啊？这都是领导决定的，我们执行就好了啊！干什么呀？一个个这么沉重的表情。爸，冰冰，你小时候爸爸因为工作太忙了，很难顾及到你。现在回来了，我离开泳队，以后就会有很多时间陪你，这是好事儿，我求之不得呢。啊！还有你们两个，别以为我离开泳队，你们就能偷懒不好好训练。我告诉你们，每天必须给我刻苦训练。谁要成绩掉下来了，饶不了他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啊！不用送我了啊，都别太想我啊！哎呀，都回去，都回去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不要太想我啊！光光，我不放心你，真的就这样走了？又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，打什么招呼？怎么着？难不成你还想替我组织点人，两边列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一下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即使我不在体校了，你也得给我刻苦训练。我可一直关注着你的成绩的啊。还有，以后千万别再惹事了，惹事可没人替你兜着了。啊？现在惹事儿的是你吧？那这之后怎么打算？之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呗。先给自己放个假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别，不用，你
不用把我当成受害者，千万别同情我啊！你还年轻，这些事情都是人这一辈子肯定要经历的起起落落的事情，哼，太正常了。回去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啊？行。那我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哎，王总，王总。啊，对，啊，对，是我前2天跟您说过那个事情。好啊。哎，好的，理解，王总，您说的话我特别理解。梁教练，你一直在省队当教练，怎么出来了以后找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啊，张总，这个事儿说来就话长了。我这不想着出来试试外面的广阔天地嘛。梁教练能到我们这个小营馆来当教练，那真是蓬荜生辉，求之不得。哎呀，别，张总，过奖了。只是啊，张总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。只是我这个小营馆条件有限，跟你们省队没法比啊。来了，怕你怠慢人受委屈。张总，这话就见外了。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要求，我就是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面。如果能培养几个好苗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梁教练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样，明天你就来入职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好，谢谢啊，张总。老梁是不是走了呀？被停职了。没想到高峰的事情闹得这么大。老梁也是可怜，刚从上次的假新闻里爬出来，现在自己又折腾这一出，他就是改不了这性格。要是我也没法忍。这些记者说话太难听了。就应该忍呐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老梁为游泳付出了多少？之前啊，他把家庭、婚姻都搭进去了呀。妈，你上次在马场怎么不说一声就直接走了？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爸现在这个状况吧，我不想丢下他一个人，然后自己走。而且我在国内的马术比赛不是要开始了吗？所以，你这不已经做好决定了吗？听说梁有光被体校停职了。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我现在联系不上他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可能知道他在哪儿。来了。不欢迎吗？
啊，没有。哎，快进来吧。哎，来，坐，喝点茶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好久没来收拾这屋子了，太乱了。坐吧。喝点茶吧。冰冰，这个房子2楼上面给你留了一间房间，你从来没来看过，上去看看房间怎么样？行，那我上去看看。去吧。什么时候会过来的？这些年在国外都还好吧？挺好。你不用和我说这些。你知道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把女儿带走。是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泳队上面，忽略了你和冰冰。现在我离开泳队了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照顾冰冰，你放心吧。梁有光，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天真。是你放弃的泳队，不是，是泳队放弃的你。是你放弃我们母女？不是，是我们母女决定选择离开你。你不要再自以为是的以为我愿意把女儿交给你。冰冰也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，她也需要我呀。她需要你。是的，她小的时候哭着嚷着找爸爸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她现在长大了，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，你又跟我说她需要你，好笑。反正女儿是我生的，也是我养的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当年你不声不响的要搬到国外去，我没有阻拦你吧？我说给冰冰寄生活费，你不要，可以。那我打电话跟你联系，我说我想飞到你们那个国家去跟冰冰见一面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找了一大堆借口，说东说西，不让我见冰冰。你以为难道这么多年我就不想我的女儿吗？你给我透露过她一点点消息吗？又让我跟她见上一面吗？这么多年，哪怕是通上一个电话，你现在跟我说一点关系没有，这公平吗？公平。我为什么不让你见女儿？因为你只能给她带来伤害。就那件事儿，给这孩子的伤害还小吗？我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原谅你。反正这一次啊，我肯定是要把女儿带走的。我不去。妈，我想留在国内。你说什么？我就不跟你回去了。因为他？你爸？也不完全是为了爸，就
是我教练，他建议我留在国内，因为我们这儿不是马术运动员很少吗？如果我留在国内，我就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；如果在国外的话，就反而对我没有多大帮助。但我也会出国训练的嘛，到时候我来看你嘛。就因为这个，我看你是舍不得国内的朋友吧？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和高崇的儿子玩的挺好的，会不会是他？不是。那就好。他不过是一个学游泳的人，长大了以后最多也是和他爸一样做个游泳教练，走某些人的老路。那你已经决定了？决定了。好吧，你也是个大孩子了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那我走了。妈。哎，莹莹，我过2天走。那行，我明天来找你。拜拜。哟，跟谁打电话呢？没谁。哎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，我还要再想一想，这几天先静一静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。说我啥？你和冰冰啊，还有莹莹，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努力训练，拿到冠军，这就是我现在的梦想和目标。在没有达成之前呢，我是不会想别的任何事情的。你这太过了。不过，我理解你。你应该理解我。最近泳队的事情比较多，召集你们到这儿来，希望能够舒缓一下心情。下周开始，周瑜、高峰就去国家队了，5号呢还负伤了，接下来就是锦标赛了。锦标赛夺冠的重任就放在你胡景天的身上，及在座每一位队员的身上。放心吧，教练，我绝对拿下这块金牌。好样的，你有信心，我就放心。来。加油！
峰哥现在自闭，每天啥也不干，除了游泳。对了，周宇，你什么时候去国家队？下周。这么快？那边等着我加入训练。放心吧，周宇，就算你走了，省队还有我，就算没有我，还有古教练他们呢。那我们走吧。喂，妈，我刚才在训练呢，所以没听到电话。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现在还在正常训练呢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高峰，你这么晚不回宿舍干嘛去了？对啊，我们都担心你。有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决定不去国家队了。啥？不是，高峰，你疯了？高峰，这事儿能随随便便说的？你爸同意吗？现在我就要回去跟他解释。走了。高峰，高峰。老高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当然是关于高峰的。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呀，老高？这么严肃？为什么不去国家队？儿子啊，你要退出国家队？哎，这不是刚要去吗？妈，还是因为这次的事情，让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一点……你就因为那些八卦记者的报道就要退出国家队吗？运动员最重要的是成绩，你去关心舆论干什么？你不会以为进入国家队之后，你我之间的父子关系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吧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是觉得现在整个人的性子还是太急躁了，我遇到事情太鲁莽了，而且完全不够专注。我现在在省队已经很受别人状态的影响，如果我要接着以这种状态去国家队，对我的成绩不可能有一点提高。所以我决定还是在省队先沉淀一下。不行，你的这些理由都太幼稚了。你只有进入国家队，你的水平才能提高，你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。爸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。决定？你的决定就是为了个体育博主放弃国家队吗？我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我才要离开国家队。从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你只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你不是问我事情的经过，你不是关心我被网暴以后是怎么过来的，你只问我为什么退出国家队。是不是只有泳队、国家队，你才会继续有我这个儿子？是不是？
我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。我已经为我自己的未来做了打算。要进国家队，我就要堂堂正正的进。高峰终于和父亲说出了自己早就想告诉他的决定。虽然这一刻他终于卸下了包袱，但在他心头仍然萦绕着一丝不甘与伤感。退出国家队，对一个游泳运动员来说，意味着决绝的割舍。我不知道高峰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做的这个决定，但如果眼前的一切不再能给他带来快乐，我愿意支持他，暂时停下脚步。你说峰哥咋这么任性？他去找他爸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告诉你，吓我一跳。他爸对他可严苛了。你说放在好好的国家队机会里头，就净说些那种高深的道理话。那峰哥就不该来游泳，该去学哲学。哎，明天你就进国家队了。过后。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呗？哎，你去哪儿？离开前我去见一下梁教练。哎，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冰冰，吃饭了。哇！快来快来！来！啊，我就知道是红烧肉，我在楼上就闻到香味儿。香吧？嗯。来点米饭。谁呀？我去。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爸有点事儿。哦，那你快进来吧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光光，来得早不是来得巧啊！来，快坐，一起吃晚饭。好，坐。哎，对，来付碗筷，来，来吧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样的，咱俩难得坐一张桌上吃晚饭，进咱俩喝一口。来吧。我先不客气啦。吃。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，知道去国家队之前到家里来看看我。先吃两口。好吃。光光，啊，高峰不去了。不去什么了？不去国家队了。啊？他为什么不去啊？就是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。哎，现在孩子大了，有自己思想了，估计叛逆期到了。哎呀，这么好机会。要不你去劝劝他？我劝他？啊？我怎么劝他？我现在还在停职呢。再说了，要劝也轮不到我劝他，应该他爸老高现任国家队主教练去劝他。这孩子呀，真是一点都不省心，还没我去教那帮省队的小孩们来得痛快呢。小玉，你从小就是我手把手开始教你学游泳，你看，这一眨眼功夫都快进国家队了，
时间过得多快呀！进了国家队，可要刻苦训练啊，听教练的话，千万别跟教练顶嘴。可不是每个教练都有我这样又宽容又有爱心的优良品格啊！哎，不带我是吗？哎，带我一茶带来，我们一起敬周瑜。祝你前程似锦，多拿几块金牌啊！看好你。走吧。哎，吃点菜啊。你们先吃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好吃。你明天就要去国家队了。哦。哦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就本来想让你来看我比赛的嘛，现在不能来了。我可以看直播。真的？这蛋真好吃。来，我来，给我。不用，妈，我都多大人了？第一次出门，不是，别送了，妈。舍不得。第一次出远门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收到，知道。放心吧，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走了。到了告诉我一声啊。知道了。再见。我正式踏上了国家队的旅程，却没有了高峰的同行。与此同时，5号也去北京了，但他的出发，却是因为他的肩伤。医生，我的肩怎么样？情况不太乐观。我觉得之前制定的治疗方案，我认为对你的帮助并不大。这样吧，你先到我们医院里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然后根据检查结果，制定到具体的治疗方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医生。喂，高峰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赶紧跟我回国家队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从小到大，你对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命令？行，我明确告诉你，不去，我不去国家队。我不去的理由也跟你说的很明白了。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就不游泳了。你除了会说不游了，你还会什么？啊？就只知道放弃。我还可以告诉媒体我的真实想法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你小子反了是吧？啊！我回省队了。我就是不想去国家队。
你说的对，我可能还有很多思绪没有整理清楚。但是我想先回省队训练一段时间，静静心。如果之后再回国家队，我也能更清楚自己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。发什么呆呢？我在想高峰的事儿，他为啥还不回来？他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停止几天训练。个人原因？什么个人原因啊？别瞎打听，好好训练好自己的。好，训练。好的，教练。顾教练，我成绩怎么样？差远了。继续。还来啊？他们3个不在了，你再不努力，锦标赛可怎么办？就指你了。教练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田，顾教练，不错呀，最近进步的挺快，看来这个训练方式适合你。那是因为顾教练教的好。就你小子会说话。最近有队乱成这样，真不知道锦标赛的成绩会难看成什么样子。还好你小子的成绩能看一看。放心吧，顾教练，我不会让我们泳队连1块金牌都没有。峰哥他就是想太多了，浩哥健伤好了也会回来的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早点回队休息。好，谢谢教练。谢谢啊，下次再来。喂。我记得，明天下午去复诊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你知道，咱们队呢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儿。但是这些事儿都不要影响情绪。
好好训练。好。夏季锦标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虽然我们参加的人数比较少，但是我们依然要赛出气势来。听见没有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郝领队，我知道泳队最近发生了很多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真的有信心。加油！哎呀，接下来的比赛也不能太有压力，劳逸结合，不能把自己拼得太苦了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神龙杯春季锦标赛的现场，马上要进行的是400米男子自由泳的决赛。现场观众人声鼎沸，非常期待这次比赛。哎，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们都已经上场了。这次来自枝江省队的小将胡景天备受瞩目。今天他看起来状态不错，信心十足。他们3个不在，我一定要扛起我们省队的荣誉。之前他和周瑜、高峰、吴昊一起被称为泳坛新4大天王，不知道他今天能否代表不在场的3位优秀泳将，在赛场上拥有精彩的表现呢？好了，比赛马上开始，选手们就位。Take your mark。开始。可以看到胡景天的起跳堪称完美，一鸣惊人，游在了最前面。继续保持，很好，还是第1的位置，节奏不错。明显增加了自己的频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位是胡景天的教练古罗。古教练平时是一个非常不苟言笑的人，但是他今天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，站起来为胡景天加油呐喊。胡景天依旧保持自己领先的位置，他还在加速。加油！胡景天，胡景天不出意外，他应该是第1名，让我们关注比分牌。更引人注目，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果然，胡景天突出众望，拿下了金牌，这是枝江总队的队员又一次在全国赛事上拥有亮眼的表现。行了，有完没完了啊？一个大男人是哭起来没完没了了还。你就让他哭2声，这2天那么累，不容易。别哭了。还好领队懂我，我都已经拿了金牌了，我哭一下怎么了？哭一下不丢人。好，让你哭，再给你2秒时间。1、2。我不哭了。今天呢，你开了个好头，非常好，但是大家还需要你继续给他们鼓劲儿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擦擦眼泪，啊。知道了。大家都在里面等着你庆祝呢，你可不能再哭了啊。嗯。那好，进去吧。这一次比赛，高峰提出自己需要时间调整状态，所以没有参加，只是旁观。我想，如果我们都在的话，一定会为景天好好庆祝一下。景天，好样的！这次比赛的成绩不错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好好放松放松。好的，好，谢谢教练。解散，解散了。再见。走吧。哎，峰哥，你说我们4个还有机会一起比赛吗？希望会有吧。
走吧，先回去吧。走吧。赶紧的，上来归队。我来说一下每个人的问题。先说文斌，着的什么急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别抢跳，别抢跳，怎么就记不住？着的什么急？因为你的抢跳，其他人全都白忙活了。还有你李明，放开游，放开游。单人赛的时候挺好，一到接力赛的时候就紧张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啊？克服，克服，再克服。还有你，触壁的时候我跟你说用力，用力。不用力你就触不上，没有触感。还有你王鹏，你的条件是最好的，所以给你放在第4棒。结果呢，他为什么就放不开呢？平时训练都放不开，真正的到了大赛怎么办？平时的训练是为了大赛，为了取名次，不努力是不行的。但是你们现在的表现呢？差太多了。啊。哎，顾教练，景平，吃。顾教练，我以为你有什么好吃的呢，结果只有这个。本来呢是想约着梁教练出来喝点儿，哎，不说了。哎，大半夜你不在宿舍，你出来瞎溜达什么？宿舍一个人都没有，让我回去。哎，是啊，一下走这么多人，真快，一眨眼你们这些孩子就剩你了。是啊，新来的孩子需要好好磨练磨练。接下来省队的比赛还是很多的，
没几个带头的，真怕他们吃不消。那刚好呗，正好锻炼锻炼。就像梁教练说的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谷教练，您是先练出后比赛。那都未必，你们梁教练很多训练方法还是很有成效的，但是实践必须得跟理论相结合，否则什么都不会，那就等于没有根基，纠错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面临战场，那就等于把他们的自信心跟职业生涯置身于危险的境地，这对一个非天才型运动员是非常不可取的。哎，谷教练，您说高峰跟吴昊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我觉得他们不在，我好像就很没自信，而且我觉得就他们在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赢王继飞那个队，而且之前我们大家已经磨练得那么好了，我们默契都已经配合得很好了，我觉得行了，我把他们找回来不行吗？真的，真把他们找回来！哇，谷教练，你真的太有魅力了！我头一次发现您这么棒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小子以前是不是瞧不上谷教练啊？没有，不，谷教练，我是不是打你啊？不，啊！酒，今天例外，允许你喝一罐。真的假的？我没喝过。就喝一口，庆祝一下子。喝不了，剩下给我。做了这么多检查了，大夫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初步怀疑你是胃部的恶性肿瘤，就是胃癌是吧？啊，就是你们说的胃癌。不过这个通过后续的治疗还是很有希望的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哼。C 罗跑位，下地传中，耶！哦，老谷，好，一口干，一滴都不能少啊！至于吗？赢个球，你看你。哎呀，谁让你跟我赌的？我就喜欢赢的感觉。好，赢！干，来，老谷，陪你一口啊！哎呀，我就喜欢这种赢的感觉。你看，我说能赢吧，就一定能赢，是不是？啊？赢！哎呀，你说咱俩啥时候能坐起来，踏踏实实聊聊天，说说话？看个球你也要打赌？老谷啊，
体育竞技之所以好看，除了场上的竞争，还有优胜劣汰的法则、最优技术的博弈、团队协作的智慧和个人魅力的展现呐、别提有多精彩了。哎，你说别人看咱两队比赛，会不会也这么想？有可能。老管，虽然我知道你对我嫉妒、羡慕、恨啊，不过咱俩之间可不是什么宿敌啊。你和我只是执教理念不同而已啊。理念的事先放一边，你最大的问题啊，不是没有规矩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是吧？挖我墙角。裴真，哎呀，老谷，你看，这20多年的陈醋了，还从胃里反刍出来，回本好几次呢。我说的是高峰，有了周瑜还不够，还挖我高峰。你这个嘴啊，胡说八道一天天的，有的说没的也说，一个把门的都没有。啊？这帮孩子处在人生的关键时期，可是呢，出现了心理问题，你身为主教练是有责任的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准备准备，回来。回来？我怎么回来？领导没发话，我怎么回来？你想不想回来？我现在要你个态度。我也去问了肖领导，梁教练呢，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只能麻烦你作为助理教练。那你就多费心，啊。吃好了，再来啊！宁姨啊，来碗青菜肉丝面。好的呀。哎，生意好吧？护士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于敏仪住哪个病房？于敏仪，好，您稍等。730房间在那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。嫂子，嫂子，怎么样？
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查清楚什么问题了吗？我中大奖了，胃癌。周瑜知道了吗？孩子刚进国家队，我不想让他分心。你千万别跟他说啊，先别说，啊。